教保员是照顾囡仔真重要的角色，但是全国幼教产业工会指出，教保员的工时、薪资等等制度拢有真侪问题。今仔日伊是号召全国的教保员游行到教育部头前，要求重视教保员的工作环境。就算伫37度高温之下，全国幼教产业工会也是为自由广场出发，游行到教育部表达诉求。有教保员讲，教保员比照劳基法，做是4点钟爱休困30分钟，但是照顾囡仔无多休困，这30分钟也无多补加班，感觉真无合理。教保员他原本是有带班级，也是身兼导师的工作。如果教保员离开了孩子，那这30分钟里面，教师变成只剩下1位老师在照顾全部的小孩的时候，其实是没有符合师生比。碰到了任何状况，教保员能够说我在休息，我都没有责任吗？初三全国幼教产业工会号召1500个教保人员就街游行讨公道。因记咧，教保员也认为考核结果无合理，就算想要向中央、地方提出申诉，但是定予行政机关认为考核是内部管理问题，无涉及政府管辖范围，无都得到劳资以外第三方的公正单位处理。我们曾经有遇过会员请育婴留停假，或者是请产假，被打考绩乙等的。为什么申诉无门呢？因为教保员一旦申诉了，又是由同一批打他考核的人去受理这个申诉，那这个结果有可能会平反吗？根本就很难平反。工会希望教育部成立第三方机构，通公平处理教保员的申诉案件。另外，因拢总提出12项诉求，除了工时、救济制度，也牵涉年资、休假、补助等等问题。工会表示，台湾教保员制度只有上路13年，体制也有真侪所在需要改善，才有法度甲人才留条的，提供好的幼教品质。记者郭文曾俊由台北报道。